欢乐绽放。周末大课堂又开课啦！我是班主任张芳。好，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来，在这里老师要问一下大家了，这个星期大家都在家里忙些什么？我们回去排戏了。排戏了。我们排了一个大型浪漫爱情武侠动作滑稽越剧。不要看。我们是秉承了越剧的传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学他们讲的故事，就是落魄才子中状元，对吧？紫禁钟声后花园的故事呀。说到才子，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很强大的，就是很强大的。介绍一下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男主角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说到才子佳人，这个男主角必须是我。虽然说我的歌声已经非常棒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的演技还要出彩。男主角英俊潇洒。对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我了。我当然是那种才貌双全、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的女主角啦。我是剧中的男2号，在剧中干嘛得干我好，干嘛一个不肯干不，最后被女主角一句“你是个好人，管不疼”。你是个好人，是个好人。他这种男2号就是一管就被特了啊。像我这种男3号，就是随便哪能管我都不被疼。不管什么样子啊，老师有没有角色？有老师，你的角色一定要我来给你介绍。你看我们老师啊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倾国倾城。是啊，那么漂亮的老师，当然饰演我们的女主角。耶！的妈妈。的妈妈。是妹妹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？你是老师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老师，我看你们这什么都什么故事啊？都是不正宗的，什么才子佳人？听着，今天老师给你们请到现场来的嘉宾，人家才是真正的才子佳人呐！是吗？掌声有请上海越剧院的才子佳人们！漂亮！我们这几位呢，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已经很熟悉了都是我们著名的越剧演员，都是角儿。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定呢，一到我们的课堂，每个人都要做一下自我介绍，让我们这边的同学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交流起来，好不好？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王志平。王志平，戏曲梅花奖得主，素有小王文娟之称。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陆派小生兼徐派老生黄慧。黄慧，百变的黄大官人，既能主演陆派戏，又能跨行当扮演徐派老生。我是原派花旦华宜清。华宜清，著名原派花旦，越剧界的公认美女。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金红，专门演坏人的，请记住我哦。金红，吴派老生，越剧舞台上的开心果，搞笑功力一流。我是上海越剧的张派老生吴群。吴群，青年越剧演员，张派老生，越女争锋金奖得主。你们这个才子佳人都是山寨的，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原版的才子佳人好不好？那这样，今天呢，你们这边呢就是红花队，这边呢就是绿叶队。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周末大课堂的学生守则。非常有戏周末大课堂学生守则，每期节目由4堂课组成，每堂课根据学生表现情况奖励小红花，累计小红花多的队伍为本次学习交流获胜队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表演课。今天来的都是著名的演员哈，我想你们塑造过的才子佳人的形象也是非常多的。这样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曾经都演过一些什么样的人物？演过那个，比如说蝴蝶梦啊、追鱼啊、红楼梦啊，盘夫索夫啊、西园记啊、春香传等等。人物。人物。那跟谁一般来说是演一段？演的都有，老公很多。你这样挑一个跟你对演一下。挑个现成的那个黄慧也是我的，本来就是老公了。好，演一段。好。哎呦，100块落出了哦。哎呀，他这个眼神。哎呦，都感觉有电他的。感觉就人都酥掉了。你像
想想，如果张晓东跟陶艺来演这个，我们模仿一下好不好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不是的，是一起捡起来的。不，我先拿起来的。是我捡的。我拿了，我看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拿了。宽不摊台，两位老师演的那么有美感，被你们演的他跟我抢话又有的我。像动物园的比老师赛。，他们俩如果演出美感，反而就不对头了啦。那当然是啊。再往下介绍哈，还有哪一对是配过的？我刚才说了，肢体也说了，她老公很多，那我在越剧老婆特别多。那你们来一段嘛，来一小段。常愿公女在此，在此名声不虚传，美酒三杯呀，情断缘。月到永日分扫，归上小生情长远。这个唱腔眼神，我觉得老师你那个动作是怎么做的？好了，这个你弄这个是搞礼棒了。你模仿一段吧。那人家那个是兰花。哎，让他们两个也模仿一段，让他们两个。对，枣园公是吧？赵元刚才手势是这样的吧？对，听你的。很好。真是爱李小龙啊！好，来吧。小儿麻痹症，小儿麻痹症。你讨厌我哟！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们都是专门给老师丢脸的，是不是？冲出去，前三位都演了，你们俩也得挑一个小片段。我的老公，唯一的老公就是黄慧，我演过，他们俩演的，真的演过，真的演过。是演的一个坏老婆吗？对。来吧。哎，张飞，洗出来！你长得好声音。哎呦，就是跟人家老婆，是吧？回去，回去。哎，我也会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到底谁要来演坏老婆呢？我洗出来！哎吧，你要扭出来，扭出来！你声音不要这么短呀！你呢？我洗出来！后面台词是吗？我也把死打出来的。我把这么吐来了，我把这么吐来了，我把这去了最后头了，干什么？啊！我是谁的妈？你是他的妈？我是你妈！我们两个女的一起打他。我生的是儿子啊！我是儿子，这是模仿不出来的，不是今知道天弄才子佳人这个感觉，我们是实在是没有。最后还有一位老生没有演。老师，我越剧里面老生很多都是孽子啦，是不是？你就把他当儿子了，来，你就把他当儿子。我拆散的活儿我干的很多，像《李娃传》里面我也拆散人家，拆散红楼梦我也拆散人家，梁祝我也拆散那人家。3个人猜过吗？ 3个人不用拆，肯定猜得你老婆在旁边陪你，我们2个把他们拆散了。肚子里，把他们冲得这股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们不可，一圈死。阿总，我真想不懂，是他们的。你讲的你只要他分那个样子嘛，得从先摸出呀。哎呀，这么多的男子，大家给我去看看不啦？如果是表演课，我觉得真不用比了，我们认识，我们认识了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不是。我们我们谦虚一下呀，但是你们有经验，我们今天的表演课啊，猜的不是东西，也不是成语，也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今天猜的是2个人啊，就是一对儿，那不是出现在戏曲里边、影视剧里边，或者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情侣、夫妻搭档。表演课用肢体语言表演看到的内容。100秒内猜对题目多的一对获得1朵小红花。既然你们是客人啊，他们比较有经验，确实是都是非常会表演的人，我们就让他们先来。你这句话说在老中没看出来。你当着这位艺术家的面，这个说这种话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让他们先来，我们先观战一下，好不好？一个女的肯定要的。每次都是我来演。三位演，哪一位猜？3位演，1位猜，我猜。准备好了？开始。哎，抓紧时间。三笑，那就是唐伯虎和秋香。厉害。下一个。诸葛亮和他老婆啊，王月英。三国杀没有白玩。好，下一个。死掉了，女的死掉了啊！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厉害！下一个。骑马。又是诸葛亮。注意神远。这个是娘娘。这个是包公吗？包公。注意气势。当官的嘛。皇上。皇上和娘娘。那很多呀，皇帝夫妻很多的。唐明皇和杨贵妃。好，下一个厉害。哎，这个蛮简单的嘛。排山倒海，降龙18掌，郭靖和黄蓉。还有10秒。来。10、9、别看的肉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那个梁山伯和祝英台。他这个马文才。别动。他说是梁山伯和祝英台。这样，这道题就算答错了啊。但是你们再演一下。没对吗？准确一点。看好。他们两个啊，他们两个。他们蛮好。他们俩是谁？哎呀，西门大官人。刚才在我们100秒的时间里边，绿叶队的同学一共是猜对了6个6对情侣，怎么样？这个红花队看到他们的表现，现在有没有把握？100秒开始，3个人配合。 5个字，飞。小燕子。一半已经对了。哥。好，下一个。那么多种鸟，他怎么知道是燕子？当然了。好，这一对能演吗？注意形体动作。他的动作一样的。哎，不归挂帅。猜情侣呀，一对呀，还有一个人呢。归因和杨宗保。哎，对，下一个。这个好看中间的形体。关羽。看尔等插标卖首。吕布戏貂蝉。叫美人，虞美人。虞美人啊，破阵。虞姬。好，项羽和虞姬，下一个经典的情侣啊，一对儿。啊，划一个。踩香蕉皮。划了一跤。准确。杜丽娘吗？还有呢？就杜丽娘了。红娘嘛。柳梦梅。哎，下一个。这个简单的。这个也简单。这个简单。这个也难。排山倒海。降龙18掌。郭靖吗？郭靖。不是，再想想。哦，张无忌。乾坤大挪移。找过。什么关系啊？现在。脚踩西瓜皮。 9、8、7、6，面子没。4、3、2，法皇后。好，刚才有过掉的，还记不记得是哪个过掉的？是杨过和小龙女。杨过吧，来，那个。
哎，不是，杨过很简单的，杨过，他对了呀，杨过，对。看出来了，小龙女，来，他们的对，今晚要配合一下。不过呢，在刚才的时间里边，你们一共是猜对了70几个，6个，他们是7个，5个，5个，差一个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第一节课小红花就要归我们的绿叶队了。好，那么第一节课呢，现在红花队是输掉了，我们这里是有一定的规矩的，不能这么容易放过的。对，那么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表演，带来一个节目。首先要出节目的是哪一位？啊，那就我吧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华老师给我们演哪段？是《风雪影桥》中的梦境。好，掌声。和你跳演啊！好，是奶奶公子当下谁吹呀？唱的没我好倒也算了，记性还没我好。对呀，我叫你们扁他，你们不扁他。今天的第2节课就是兴趣课。兴趣课，根据规定剧本完成演出，台词或动作必须和剧本完全一致，用时短的队伍获得1朵小红花。好，那么我们的兴趣课呢，也是真的大家会很感兴趣，就是布恩基大挑战。最感人，最感人。看到这边的反应了吧？最切嘞，啊，就是要根据规定的剧本完成演出台词，而且还有任务要交给你们，谁错了就要从头再来一遍。我们就从绿叶队开始。好的。那么今天要交给你们的剧本呢，刚好巧了，他们很熟悉，就是孟丽君当中的，刚好你们要演这个新版的孟丽君了，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演的怎么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孟丽君呢，我们是选了当中的一个片段，就是皇帝发现这个孟丽君女扮男装以后，就邀她一起游玩，就是这么一段戏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来抽一下谁演哪个角色。我首先问一下，皇帝是哪一位？词儿也不少，来把你的词儿读出来。要用粤剧的腔调，念白。腔调。李君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起出去谈谈工资，打打酱油吧。婉儿不会知道的。好，任务是用头顶气球，不能掉下来。来，把气球领回去。来。老师，这个气球还可以吹大一点吗？好，第一个是皇帝，那么第2个是孟丽君，是哪一位？孟丽君女扮男装很漂亮的就是我了。我们换一个好了。像吗？我们换一个好吗？还不跟你换呢？求你了！我也不跟你换。我们喜欢张晓东演的孟丽君。来，台词念一下。孟丽君说：“要带着感情的，不要这样，我有老公的。”任务是粤剧念白。你不要这样，
我有老公的。推开皇帝，打他3个耳光。啊，这个任务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也想。谢谢导演，谢谢。这个还用试一遍吗？试一遍，我们也喜欢看。强烈要求，可能我们也喜欢看，试一下。没排好可能会伤到他。没排好，所以要多排2遍。多排2遍。对，我们喜欢看。好，第3个是演马。马，是我骑的马。原来我们这一次还有动物的。还不是你骑的，是他骑的。我好爽啊！是背着孟丽君横穿教室，台词是：那不是皇后吗？那不是皇后吗？好。曹毅，我相信你，最后一个抽的。最后一个是皇后，化身前台词是：哎呀，被发现了。他说的也是一个。我不是皇后，我是打酱油的，我只是来打一瓶辣酱油。好，要提着酱油瓶子。老师不用背。好，不用背。好。哎呀，不关键了，我好留着给。绿叶队的同学，你这一出孟丽君在红花队的各位面前简直是班门弄斧啊！加把劲啊，不要给张老师丢脸哦。好，开始。李俊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同出去担担工资，当酱油，婉儿不会知道的。好了，魏瑶，我刚才好像说错了。今天天气，李俊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道出去担担工资，当酱油，婉儿不会知道的。好了，陈远是吧？啊，好，接下去。魏瑶，这样，我有老公的。好，下一个。马。你要骑在马身上的呀！要骑在马身上的呀！你是我们的人吗？贯穿词儿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我不是皇后，我只是来打酱油的，我只是来打一瓶。我自觉一点，好吧？已经来过，可以吗？李军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起出去担担工资，当下谁吹呀？我们一起出去担担工资，打酱油，我不会晓得的。好。你要打我了？你不要这样，我有老公的。好，下一个。马。他不是皇后吗？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我不是皇后，我是出来打酱油的。没有出来2个字。来。李俊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起出去担担工资，打酱油，婉儿不会晓得的。你不要这样！我还没打。李俊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一起出去担担工资，打酱油，婉儿不会晓得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我有老公的。哎呦！沈远，让你背张晓东这样重样子的孟丽君，是不是真的太为难了呢？快把词儿说了，快！那不是皇后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我不是皇后，我是来打酱油的，我是出来打一瓶辣酱油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一次做的算快的，一天世界，耶！我们来问一下，谁比较辛苦一点，在这个环节里面？我最辛苦，我最辛苦。你辛苦什么？我还要打他耳光，我还要被他背，我多辛苦啊！这样换一换还差不多，应该跑起来在教室里。但实在考虑到张晓东同志的体型跟沈远差的比较远，老师你就看饶了他，背着他还能够跑得起来的，我看没有几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共用到的时间是5分钟完成任务。5分钟。好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让红花队来抽取他们今天的任务。这一段呢是从这个西
园记》里面选出来的。我想这个你们也非常的熟悉啊，就是最后那一段皆大欢喜的那一幕。好，第一个玉珍是谁？玉珍，好，把你的任务念出来。哎呦，我怎么演玉珍了？我演三舅还是差不多，反了，反了就对了。故意的哈。啊，词儿是什么？今天我总算认清你了。唱。爱我姐妹下了眼，将终身无托。你这对心人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张继华是哪位？我。好，你的词儿是。他说冤枉啊，冤枉！台词儿非常简单，任务是用头撞讲台3下。你还不如死了吧！你就让我去死吧你！你让我去死吧！哎，没好。那接下来丫鬟是哪一位？公子，你误会了，你见到的少小姐不是你想的少小姐，你想的少小姐并不是现在这位少小姐。他这个任务就是把这段词儿好好念出来。是好，下面一位父亲，我好，现在道具给你，假胡子戴上。好，有，然后来说这一段词儿。我不认识你。好，你们这一对谁之家人真是天上地下，百里挑一啊！好，任务是用筷子在一盘豆子里边挑出红豆，挑一颗。好，接下来是客人，我好，闹洞房啦，闹洞房啦！好，要带着这个猫耳朵学猫叫。红花队的各位美女能不能成功挑战绿叶队5分钟的成绩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开始。今天我总算认清你了，只怪我姐妹下了眼，将终身托付你这对心人。再来一遍，不是托付，是误托。再来一遍，托付。唱到一嗓子误托为止。哎，好。今天我总算认清你了，只怪我姐妹下了眼，将终身无托你这对心人。好，下一个。冤枉，冤枉啊！上想的，上讲的，三下，这两下，上姐不对，你刚才说的是冤枉，冤枉啊，应该是冤枉啊，冤枉啊！再来一遍，刚刚发长了，来上了。讲台3下。2、3、第三位，误会了，你请的少小姐不是你想的少小姐，你想的少小姐就是现在这位少小姐，并不是现在你叫的少来人开始了。黄慧同学给点力呀！娇滴滴的王志平头上都撞出包来了。好，下一位，公子，你误会了，你请那个少小姐不是你想的少小姐，你想的少小姐并不是现在这位少小姐。好，换一个。好，你们这一对，我说的是。从头来过。来，快，开始。大快来了，今天我总算认清你了，只怪我姐妹下了眼，将终身无托你这对心人。好，换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来过3下。2、3，公子你误会了，你请的少小姐不是你请的少小姐，你请的少小姐并不是现在这位少小姐。父亲，你们这一对谁之家人真是天上地下，百里挑一呀！好，挑红豆，快！哎呀，我掉的。好，挑一颗可以了，挑一颗可以了。好，最后，闹洞娃啦，闹洞娃啦。好，不容易。哎呀，这个我们这个王老
后还好吧？红了，不得够啊！红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一共用了多少时间？那不可能。 4分45秒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场上的比分呢是1-1，打平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很难得把各位请到现场，是不是还是应该在我们客场休息的时间表演点什么呀？对。在哪里？名叫过堂，一声声死在我，我这爱堂。 因为我是南汇人，伊是凤仪人，你在上海要远点。凤仪人唱福建人老多，肯定比你像本地人。他讲南汇人唱得好，凤仪人唱得好，王维也是南汇人，两个人南汇人。哎，配了，哎呀，内讧了。这个他们希望你们内讧，接下来红花你们就得不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大可能的，不大可能的，因为接下来这个课程呢，我们华神贤是最擅长的啊。哎，马上进入音乐课。好，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才子佳人，那我们音乐课肯定也是跟才子佳人有关的题目啊。啊，刚才已经说到，这是我们少儿主持界的费玉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非常高兴到周末大课堂来，让大家破费了。接下来为大家演唱一首《千里之外》。好。送你离开。你们这个说骚话，哎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少儿界的费玉清，但是我们这个滑稽界的费玉清呢是名副其实的。对，一般都是我出脸，他出声。哎，对。今天呢，我们音乐课可麻烦了，因为这5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，据说有人唱歌是唱的特别好。哦。这样，我们先露一首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王慧老师。我没忘记你，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
11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。哇，是王老师唱的是小生，你看今天这个邓丽君柔情似水的歌声，好不好听啊？好听好听，老师，好听好听。这位才是真材实料的。好了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音乐课呢，我们要参与上到这里了，对吧？我们要进行的是抢答。音乐课，听戏曲或歌曲前奏猜歌名，答对获得1朵小红花，答错倒扣1朵小红花。各位老师啊，虽然你们唱得很好，但是估计你们抢不到啊，因为他是神龙小快手。好，来准备，你就是神龙这个准备小快手。第一题开始。有感觉吗？有方向吗？没有。我已经看好了，这段名字叫什么？梁祝，相思，十相思，楼台会里面的十相思。究竟回答的正不正确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完全正确，但是既然粤剧也是你们在行的，我们再唱2句，唱下去。夜妹妹，我想你。听到了吧？太棒了！来来来，先上小红花，快快快！看我这边，好，看一下，还有上。啊，第2道题目对你们很有利啊。哦，第2题究竟是什么呢？来，开始，要猜出歌名是什么？俨然不是戏曲，俨然也不是金陵塔。哦，当，究竟是不是当？错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。《还珠格格》主题曲，当，那咱们也唱2句啊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针停住，日夜不分。当天地万物化为水流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红花献给乐队。来，好，现在场上的局势2比2平。老师，第3题对大家都很有利。哦，请注意，第3题开始。很棒，注意注意，要出词儿了啊！虽然我不会唱歌，但是我按得快。他会抢，这样扁他，然后扁他。不要！来，答案还没说呢，究竟是什么歌？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歌叫什么？阆苑仙葩。让他们唱。什么？一个是阆苑仙对，错了，我是拿小红花，错了。名字。我们来回答。对啊。但你们来回答，你们也不能得小红花。他们的小红花下来，他们可以。但是你们先回答是什么？望凝眉。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好不好？来看一下。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无瑕。8集百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主题曲，望凝眉。好了，我去拿，可惜了，你帮他们拿下来吧。 3个人，不是我说你们什么？唱的没我好，倒也算了，记性还没我好。你说呀。
叫望凝眉呀。好了，连投降啊！看投降吧。我就说是望凝眉嘛，你们不听啊！我叫你们扁他，你们不扁他。好，扁他！太过我不爱了。想好了再摁。好了，你们说算，我说是。你是老师。注意课堂秩序啊！好，来第4题，请听。对他们又很有利。好，现在他们抢到了。这样，刚才只听了那么一小节，大家就知道是什么。要把这一段的名字要说出来的叫什么？是什么？歌名的。娘子，你说吧，太熟了。歌名叫那个官人好比天上月。官人好比天上月。来，你看他们只听了前奏的那么一小节，就知道是这一段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答案对不对，我们再来评点哈。官人，你好比天上月。越剧官人好比天上月。老师，我把他们的话贴在我们这块。好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，老师既然还是戏曲啊，对你们很有利的。好，来，第5段开始。很熟的，前2天都出来，快！正在热播呀！哎呀，步步惊心是吧？步步惊心啊，对的呀。哎呀，我按了呀。阿妈，你讲得出歌名了？说明不啦？对的呀，所以我没有按，你们叫我按的呀。扁他！老师。这样，我给你们抓紧时间。老师，这部剧讲的是一部穿越剧，那部剧里面有很多很帅的阿哥，然后呢，名字叫《步步惊心》。3寸日光。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。好，老师，我去拿。2011年热播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的主题曲《3寸天堂》。老师，最后我们说出《步步惊心》，你应该很佩服我们了。步步惊心是电视连续剧的名字。老师，4一半可以吧？老师，再听下去有点出息啊！最后一道题目，对两边都很有利的。好。因为非常的熟悉，他已经3朵了，我们已经没有花了。想清楚。他们已经飞天无术了。第6题开始。来，我不敢说了，我知道也不敢说了。电视剧叫《逃犯》，这个是主题曲。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来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沪剧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这节课就是看大家够不够细心了，马上进入赏析课。赏析课，观看影片，回答与影片内容相关的问题，答对一题获得1朵小红花，答错则倒扣1朵小红花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赏析课呢，当然也是跟我们粤剧有关系的啊，是粤剧影片当中的一些问题。但是给你们机会了，光了解粤剧没用的，还要看看大家能不能仔细的观看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些细节。一会儿我的问题就在这些细节当中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VTR。表弟，两边工快要来了。你怎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的，刚一到做花上的喜日嘞？喜日，弟弟，以为你的喜日来了。刚才大家看到的呢，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，是袁雪芬、范瑞娟主演的粤剧电影《梁祝》。题目是，请问在刚才的片段中，祝英台家墙壁上的画当中有几个女人？好，现在我们绿叶队抢到了，但是答案正不正确？来，请我们商量一下，3个。
个女人，正不正确呢？让我们看一下答案。哎，3个女人，非常正确。差点说错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匹马。第二个。姑娘，夜深了。这段是1962年拍摄的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啊，这个电影呢也确实是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，也会让很多人有了这个红楼的情节。请问在刚才的片段中，桌上的笔筒里一共有几支笔？那不对个呀，那就笔轻了走。好，笔筒里一共有几支笔？3支。俺拉看到了。刚才是3个女人，现在是3支笔。老师这个真的，这非阿拉我提区里向出一笔，必须是3字。因为这个叫笔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姑娘，夜深了。哎，真的是3支。不单是连这个记住了，连题目都知道了，都猜到了，应该说。好，来，小红花。这里边你们是不是觉得为什么你们老是不亮呢？眼睛好呀，手好快，他就是传说中的眼明手快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段。粤剧电影《追鱼》当中的一个片段，题目是第一个出现的天兵天将手里拿的武器是什么？好，这边又抢到了，这是技术性的问题。这个我都有点不大好意思，因为我在这里的工作只不过是按钮而已。好，先回答武器是什么？锤子。大锤。好，究竟是不是大锤呢？我们看一下答案。非常正确，来，小红花。不好意思啊。眼明手快就是好呀。我们已经反超了。红花队加油了。下面进入第4题。当初他还不是少小姐，是今才是么少小姐。他本来不是少小姐，过往儿才叫少小姐，原先只有一个少小姐，后来才变成2个少小姐，才叫你把这2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。张先生啊，你心中爱的少小姐，那就是这位道道地地嘛地地道道，不怕鸡的都怕毛家的少小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题目就是在这一段唱词当中出现过多少个赵小姐？好，他们抢到了。你们是真不知道是吗？我真不知道。好，这道题目你们抢到了，先回答。10个，10个赵小姐。我们有不同意见。好，你说11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当初他还不是少小姐，是今才是么少小姐。他本来不是少小姐，过往儿才叫少小姐，原先只有一个少小姐，后来才变成2个少小姐，才叫你把这2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。张先生啊，你心中爱的少小姐，那就是这位道道地地嘛地地道道，不怕鸡的都怕毛家
的少叫听。这一段唱词里边，这边呢是想到了，这边呢回答正确了。我看呢这道题目皆大欢喜，一边一朵小红花，好不好？还是穿小红花比较好看一点吧。他卖鲜花去了。一朵。这没有用的，这没有用的，没关系，放着看看吧，有啥？看看，贴在上面好看一点。哎，我报的数字听一下啊，绿叶队5朵，红花队5朵。我们又打成了平局，好像最近平局一直很多的哈。好，那么今天呢也是皆大欢喜，我们两边也玩得很开心。那么最近呢也是我们上海越剧院会为广大的观众带来很多新春贺礼，比如说明星版的孟丽君。那么在新的一年里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更好的演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我们在这里也谢谢老师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宣布今天的周末大课堂下课。